好啦，要橫過跑道鬥袋嘅學鬥快過鬥袋家長同埋同學快過啦，我哋讓賽事好快翻過嚟㗎，快過。比賽2個圈時間，咁咧就大家比埋個跑道就上晝完咗賽事嘅工作人員咧，麻煩分批陸續佢哋辦啦。咁麻煩前賽項目嘅裁判咧，就將啲獎牌獎杯搬咗去頒獎台，搬咗去頒獎台先。所有前賽項目完咗嘅裁判留意，你哋要記得翻所有文件收翻上台，搬翻台去記錄室門口擺好。所有成績單都需要翻嚟記錄室嘅。咁所有文資咧亦都要交還翻去記錄室。申請田徑會咧，我哋嗰啲3比賽咧，暑假嚟嘅。亦都係你嘅生活係要出街啦。好啦，最後測試，大家好難過跑道啦，我哋已經比賽咗。衝埋啦！第2名都翻嚟啦，衝埋快啲！第3名，哎呀，爭少少啊，曾同學第4，跟住第5名翻咗嚟，後邊嘅學生有啦，仲有100米㗎，衝埋啦，攞好時間啦。